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9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就是总统就职典礼，国安高层讲，热清朝就职演说会以稳定、自信、负责甲团结为重点。5日控进前，中国向宣布，为19开始，为台湾进口的一种塑胶原料自驾船做反倾销立案的调查。以色列这2天宣布，在加沙找到4具真实的遗体，这些遗体拢是去年10月初7被绑票甲杀害的民众。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明仔就是5月20的就职典礼啊。前正副总统赖清德甲萧美琴今仔日邀请友邦的庆贺团元首来体验咱台湾钓虾的文化。也拿赖清德就职演说的论调，国安高层张志达讲，会以稳定、自信、负责，也有团结4大关键为重点，持续推进国政，也有落实伫互世界看到台湾的精神。5日控就职典礼伫要开始，准政府总统赖清德、萧美琴进地主的礼所，19声邀请友邦庆贺团元首体验钓虾啊。We will work with all sides to build a nation of prosperity 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aiwan is not alone.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friends like you all. 这届5日控就职有687人，拢总73个外宾访团来台湾祝福。友邦大部分由政府元首亲身到位，不过瓜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无法度来，指派外交部长担任特使。中国因为安尼就指控咱长期污蔑瓜地马拉的政要来换政治支持，互咱外交部正式批评中方做贼的话掠贼。中国利用我国举行新任总统及副总统就职典礼的时机，再度使出卑劣伎俩，试图混淆国际视听的行径，外交部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部讲，台湾邦谊稳固，会伫适当的时机安排2国元首互访，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但是赖清德就职演讲，国安高层进前是讲，会以稳健、自信、负责、团结4大关键要素为主题，持续推动各项国政，并落实伫世界一旦看到台湾的精神。加入 CPTPP 以后呢，能够支持台湾的申请加入，让台湾能够和更多的伙伴一起为全球的贸易以及供应链的韧性带来更多的贡献。Your country and US President have the utmost support from British parliamentarians of all parties. And I assure you, and I will be assuring the new Presiden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总统蔡英文伫任期最后一天接见英国庆贺团，表达希望台英持续做伙合作，也期待拄加入 CPTPP 的英国会当支持台湾申请入会。记者综合报道。在总统就职典礼前一天，今仔日中国商务部向宣布讲，为19开始。中国为欧美、日本也有台湾进口的一种塑胶原料自驾船展开反倾销的立案调查。经济部讲，这届受到调查的自驾船是占台湾外销市场的60%，差不多是47000吨，7900万的美金。嘛讲会协助台湾的业者启动分散市场，加团智慧转型。5日控总统就职前一天，中国商务部19向宣布，要对原产地欧盟、美国、日本甲台湾进口的强自驾船进行反倾销的调查，一定明年5、19前结束调查。这届产业损害调查期是为2021年的1月初1，一直到2023年12月31。这个时候呢，那么放出这个东西，有点也是配合，就是说是一种按照邓小平以前说的，就是2手并进吧，这样子。就是说各种的手段一起并用，那么形成一种压力。根据中国商务部官网公告，是受到真济间企业代表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来进行调查。所讲的强自驾船，佫叫做自氧亚甲基强自物，也是自氧化镓硒强自物，有机械强度悬耐操这的力学综合性能，会当部分替代铜、锌、镓、盐这金属材料，会当用伫汽车配件、工业机械运用。对这样代志，经济部嘛对外发声明回应，这届互人调查的自驾船，台湾出口去中国市场差不多4.7万吨，0.79亿美金，占台湾总出口市场的60%。经济部会协助业者启动分散市场拓销，加团智慧转型，也会进入供应做半导体的材料。找其他的应用市场，然后找其他的应用的一个产品去分散掉这个风险嘛，哈。不过这个对产业来讲的话，短期内要去做这种转向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万一调查属实，那我方现在
如果说这个指控是不实的，我们怎么上诉，然后怎么去救济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是去互这个反倾销调查业者甲经受影响有偌济，也有台石化工会统计。经济部讲，因为瓦金的出口竞争对手拢面临反倾销罪，也是反倾销的调查，所以会持续关心后续的发展，也伫今年下半年启动新兴市场拓销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是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国家人权博物馆甲民间团体等等的单位，经伫咧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来办纪念活动，现场有放映白色恐怖相关的影片，也默哀少年受难者。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重视白色恐怖历史的记忆，提升人权的意识。听到念着名的政治犯，就是特别去用去庆祝。回顾过去白色恐怖时期，经过无自由民主的社会气氛，当时民众生活伫惊吓中，也有真侪受难者因此互关起来，也是死亡。为了纪念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国家人权博物馆甲民间团体选伫5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天举办纪念活动。致上我们最深的哀思，请默哀30秒。捌遭受白色恐怖迫害，也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受到过去，心情也是真沉重。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这里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在这里被逮捕，在这里受到军事审判，惨绝人寰的这个历史会当来记忆，若无记忆。咱就唔知影讲，咱未来要行的路，应该要行安怎的路较好。就惊这段历史的记忆，随着时间会忘袂记的。创世外文化基金会用创作戏剧加舞蹈的形式，重现戒严时期历史的记忆。尽管台湾早已经戒严，不过依然有真侪受难者无都袂记这伤痛。那种恐惧呢，造成一个人在崩溃之后，还潜意识里面还会觉得说，我还是要藏起来，我要躲起来，所以把脸都涂满了那个黑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表征，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重视。除了各种的纪念活动，也有另外一寡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伫公民团体陪同下办记者会，呼吁即要上任的准总统赖清德废除反渗透法。约谈与搜查，前往大陆进行宗教、学术、文化交流的民众，造成了民间百姓的寒蝉效应。5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天有侪场纪念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用受到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也提升人权意识。记者综合报道。伫昨昏暗时11点外的时阵，有民众报案，讲伫台中的北屯柳永东街甲兴安路2段这个路口，那像是有物件爆炸，深头就是讲是电箱崩起。不过警方到现场了后，发现人行道顶悬那像有物件有裂开，甲导火熏热。落尾手，警方透过监视器抓到2个少年家，以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也有刑法公共危险罪罪嫌，甲因上班。海产店的监视画面翕到，原本是一位市政兵警，不过雄雄伫边仔人行道却是有闪光甲真大声音，内底民众惊一个，也以为是变电箱爆炸了。这个声袂像炸弹的声啦。哦，我有听爆炸，人车头飞这边过去哦，啊了爆炸了，伊就搁飞这边过。18暗时11点左右，台中北屯区柳永东街甲兴安路口有民众报案，讲发生不明的爆炸。因来警方的监视人员也来到现场采证，排除是输电电路故障引起的。实际上来到现场，人行道也佫有物件烧过分裂，也佫有亲像泡瓦碎片。当地民众讲，有遮人车真多，加上伊佫是自伤混合区，民众的烦恼也会惊。因为我们这边人多啊，而且我们这边我觉得住区还蛮好的。对，因为我们也常来这家吃啊，对啊，刚好在对面，所以觉得对啊，会有点恐慌啊。警方后来根据这段监视画面，锁定一台白色的车，对车牌对着原来是2个未成年的高中生，这边暗时开走的车，甲泡瓦放伫塑胶罐内底，沿路经想要去的路口就乱去。已将2名涉案未成年人带同到案。依车辆行经路线及丢掷动作研判，并非针对特定对象或地点。
这两个少年讲是因为好奇，警方除了依照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也有刑法公共危险罪会罪嫌上班。另外，无驾照开车、甲借车号未成年人使用责任，也拢会做回来追究，也是违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台中有一个姓徐的查某人，伊今日出面指控讲，15个时阵伊用手机叫客厅上车无偌久，伊怀疑这个司机甲伊踅远路，想要到这个司机煞是歹称称，直接叫伊落车坐别台。然后这个司机竟然是规路甲伊缀条条，趁伊等车厢顶的时阵，怎撞过甲无？这个查某人是感觉真惊吓，而且讲会甲这个司机提告。监视器有翕到头前这台计程车踮伫停红灯，后壁对来的姓黄驾驶向前碾开车门，对车内乘客就甲摸一棍，佮一直甲骂，甚至激动甲要甲乘客拖出车外。台中这个姓徐的查某人指控15使用手机 App 叫车，要为市区去太平区。11点外时阵，坐姓黄驾驶的计程车了后，路会感觉这个驾驶有伫西路提出质疑。这个驾驶甲呛声了后，查某人随落车，砸另外一台计程车。无想到说好姓黄驾驶甲跟踪。就趁这个计程车停红灯的时阵，竟然拍开车门甲拍。我的车门就被他突然打开了，就冲进来暴打我。我第一拳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后来第二拳、第三拳我才看到是他，赶快叫我滚下车的、啊。他说恁北送，不会给你载，你给他落车。那我还会记得要付计程车钱吗？我就吓。你最后有给他吗？有啊。姓徐查某人事后验伤，除了面乌青个肿，还佫好亲像脑震荡。除了对姓黄的驾驶甲所属的台湾大车队提告伤害加强制罪，警方嘛依照涉嫌伤害罪嫌移送侦办。与司机因绕路等问题起争执，后因乘客疑未付车资，改搭他辆计程车离开，司机遂尾随至上址，双方再度发生拉扯。这个驾驶所属的台湾大车队透过声明表示，迄天接到民众投诉了后，下晡随回失礼甲关怀，16就甲这个姓黄的驾驶退队。除了对这件代志感觉失礼甲谴责，也会配合调查所需要的协助，未闪应该负的责任，会提出上大诚意协助乘客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到当时也未收煞。以色列伫17甲18这2天。宣布伫咧加沙找到4具人质的遗体，这遗体拢是去年10月初7迄一天，互绑票甲杀害民众。90名以色列示威民众阻止伫首都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佮甲抗议离开的警方爆发冲突，了警方动用高压水枪想要赶走民众。以下冲突特别满7个月，以色列面对国内民众一直示威，要求停战释放人质的时，17这边2天，雄雄宣布伫加沙找到4名人质的遗体。רון, בן 53, נשוי לאיילת, ואבא לשי וגיל, יצא בבוקר יום שבת, 7 באוקטובר, לטיול אופניים עם חבריו סמוך לבארי. רון נרצח באכזריות על ידי מחבלי חמאס, בעיכול מפלסים, וגופתו נחטפה לעזה. 除了18找到人质遗体，17找到3名死亡人质，分别是28岁女子巴斯奇拉、56岁男子格勒伦特，甲22岁女子沙尼卢克。这3个人拢是伫10月7日迄一天参加加沙边境的诺瓦音乐节，互武装组织哈马斯当作人质绑票杀害。其中德国籍以色列的女车情书沙尼卢克，佮捌互哈马斯用要全部吞拔体方式压伫车顶，引发国际争议。嫌疑的遗体登去到以色列，伊父母认为，伊总算会当得到平静。Sehr aufwühlende Nachricht aber an sich eine gute Nachricht, weil sie uns zu einem Abschluss bringt. Also wir haben uns schon von ihrer Seele verabschiedet vor einem halben Jahr und jetzt ist ihr Körper zurück und jetzt können wir uns endlich von ihrem Körper verabschieden und sie hier begraben in unserem Ort. 以色列军方并无说明3个人的遗体发现的位置，才资讯只有表示有情报显示，有人质户口啊，伫加沙南部的城市拉法。当局表示，暂时有关有128名人质互关押伫加沙，嘛佫一摆强调会甲所有人质带倒转来。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5月20日，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明仔载就要举行啊！表演团体今仔日下晡伫咧总统府头前的大厅总彩排。是声袂少民众去现场看国军联合甲仪队、台湾传统戏曲、左风车剧团，也佮有台语甲客家歌的表演，展现咱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也那国军嘛出动陆海空军机，要飞过总统府，向三军统帅来致意。
副正机担任天官机飞过总统府顶面，为520就职典礼总彩排献开序幕。中华民国3军仪队。国军列下各仪队总台登场，虽然是台湾戏剧学院甲台湾特技团、好兴歌剧团、九天民俗技艺团这200多名演出者，展现传统戏曲甲高难度特技贴入汉。尽量融合各个族群来演出，然后让外宾看到就是台湾多元的社会，然后包容力很大。主要节目的左风车剧团加将军四镇老馆同7栋的艺术装置河北搬入总统府头前广场。马片啊不是喷烟帅，河北马新时刻加拿捏回报，采样式的马桑加马流拢真水，代表落后了和平。结合剧团8分钟的客家歌舞表演，为少家长带囡仔到店来观赏。总统就职典礼就4年一次嘛，然后每一年都会不一样，所以刚好他放假也带他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想说让小朋友就是接触一些比较多元的活动，然后他看到羽马也蛮兴奋的。国军也出动陆海空军的各型军机，飞过总统府向3军统帅致敬。由7克直升机挂大8个国旗通过总统府头前，后壁带着乌鹰、阿帕奇攻击，超级目镜蛇加海军 S704反舰直升机编队，也有5架 F-16V IDF 幻象2000用银河高教机进行空中分列式。最后大合唱时阵，5架 AT3 教练机组成联合小组，也用大杆的队形冲场喷出红色、蓝色、白色3色彩烟来做结束。另外，在党领袖甚至出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日面试发文，恭喜赖清德甲萧美琴，严国务明确表达意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是甲8位党籍立委的参加，6都首长部分只有新北市长侯友宜讲袂出席，其他人会到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准总统赖清德就要就职啦。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今仔日带领党公职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头前办草根决心行动。就民众手提巴拉，甲民进党政府大声捧，讲因执政8年所拢开一堆巴拉票，要求赖清德上任了后，都要落实司法、国会、甲媒体改革等等竞选的承诺，也有改善诈骗、甲薪水价等等的问题。司法正义。手提巴拉代表民进党政府执政8年，一直开巴拉票。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继续民进党执政。民进党主席郭文铁19日带领党公职，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头前举办519草根决心行动，批评民进党政府，也邀请国民团体坐镇，讲到打击诈骗、无用心才施政问题。要求新政府重视司法改革与加重诈欺罪行，政府的漠视才让台湾诈骗猖獗。除了批评蔡英文8年执政不力，造成薪水价无加悬，促进几只严重的民生问题。民众党也批评17个民进党主动国会改革法案，也疑讲是程序无正义。请赖清德主席出来，以总统的高度出来，你要如何确保议事人员他们可以依法秉持行使他们的职务，不会被民主进步党的立委暴力对待？民众党要求赖清德上任了后，施政顶面爱落实司法改革、国会改革，才竞选所讲的话，改善严重诈骗这问题。党主席郭文铁更加批评，8年来敢若看到民进党的决赛也是决赛，这摆活动就是要民进党社会谦虚。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其实他的就职演说得到掌声最多的就是司法改革的项目。到今天，请问改革的哪一样？赖清德不是自己说他愿意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民进党在立法院现在在反对什么？咱对小草一直拢是正面的评价，因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可是嘛，不得不否认一个代志，就是讲小草有当时也拢会盲从啦。整个活动的现场也出现其他诉求声音，一向对郭文铁对调来抗议的政治团体，也到现场发声，虽然和警方隔离伫边啊，也呈现无同的民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一年一届大代志迎成风，今年有18阵头，差不多有500个人为成风爷出巡来拍头阵，而且还有人赛表演，现场是闹热滚滚。冷静后部小镇伫济州湾街头巷尾拢闹热滚滚。金门上大社团天庆堂今年自发性邀请18阵头，差不多500多人组成庆贺摄影团，提早为成风庆祝344周年暖身拍头阵，搁然后出发，大心避开各种会考的时间。
五岛迎社红是金门重大宗教盛事，按过今年照以前的五江州亲子嘉年华，互不少家长甲囡仔感觉真失望，所以社警团也特别准备迷你版的五江州，互囡仔穿古装来体验，希望未来活音继续传承落去。因为都是只有天正堂2只狮子，一个鼓开始。继续延续了这几年，小朋友都长大了，很多人都回来帮忙，我们才把现在这个民俗阵头越弄越大。到暗时，要过金门南西古装表演，南西第数公尺悬的古装顶悬，真溜俩跳起来，跳落来，差一气氛，和平常看甲是目睭袂连长，也得到大家娱乐。每年到农历4月12日，真侪金门人拢会特别返故乡参加庆祝，感谢上兄对金门的宝贝。五岛迎社红已经和文化部列为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希望每年拢能延续在地人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台湾新闻学之父赖和130岁生日期，嘛是赖和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基金会整理30件展览品，紹介賴和的作品甲事蹟，要互民眾了解這個和仔先以關懷人民甲土地珍貴的精神。一本一本賴和的專輯，有新詩、小說、散文。1894年出世的賴和，一生拄好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伊日時是醫師替人看病，暗時是作家，用文字關懷土地，爭取自由平等。台灣頭一位撰寫賴和專輯的李南雄先生就講：和仔先的勇氣是真無簡單的。覺悟的犧牲，覺悟下的犧牲吼，就是你講義林寺迄個架龍哦，農民運動的代志。就講迄個無寫事件，伊嘛是事事寫詩吼，表示伊甲別個作家無共款嘛。伊足有正義感，而且敢寫出來，這個勇氣就無簡單啦。今年是賴和130歲生日期，嘛是賴和基金會成立30年的日子。基金會佇中華藝術館舉辦展覽，紹介賴和的作品甲事蹟。又展出這幾年基金會舉辦賴和文學營行大活動的成果。其實這30年，嘛當看出講台灣少年一輩，已經對中台灣攏有一個加深刻的認識。進前看過賴和的創作，想要更再了解台灣的文化。應該來關心這土地發生過故事，甲這土地的感情。賴和基金會表示，基金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落實本土教育和文化振興。5月28賴和生日這天，也是賴和日，已經舉辦15年的賴和音樂節，也佇後禮拜舉辦，要用音樂唱出賴和的文學精神，望民眾延續賴和的精神，重視家己的鄉土，關心社會事。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天氣報你知，咱做回來看明仔載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2度；中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2度；東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0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1度至29度。一個未來這3日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 AM 新聞，稍等下請繼續收看台灣紀事譜。我是丹妮，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